成個香港政府個取向啊，其實咧佢盡量希望可以減少呢啲舊式啊、露天街市啊、平價庶民嘅嘢咯，佢哋想有咁少得咁少噶，所以咧呢一單嘢真係花園街呢度出咗事啦。咁然後咧可能喺第二度咧，即係譬如灣仔啊，都有個好出名嘅街市叫做交加街、太原街嘅街市咧。咁其實咧都人人自危嘅喎，你點知啊？係咪先？廣東道都有啲咁嘅攤販啦，鴨寮街咧，哇，春秧街咧。度都其實可能有啲問題嘅喎，係咪先？咁然後咧，所以呢一個問題其實我哋都想係離開花園街呢個區啦，去問一問啦，即係喺第二啲地區嗰啲商販嘅，或者係啲地區工作者啊，睇下佢有冇一啲即係智慧可以互相分享下，即係有冇啲睇法啊，互相扣連下，正所謂同氣連枝啊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訪問咧，即係灣仔市集關注組嘅組織者啦，阿小田。喂，你好啊，喂。哇，小田啊，喂，花園街呢一單嘢之後咧，就即係人人自危啊！我哋頭先落去同啲商販傾咧，咁其實喺即係交街、太原街嗰啲商販咧，其實對於呢件事之後，其實都對佢哋可能又會有啲影響。佢哋而家會唔會都議論紛紛啊？我估就一定議論紛紛啦，因為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，以前都試過借呢個好容易引起火燭之名咧，想清走佢哋啊嘛。係啊，試過有幾次啊？有冇啲咩例子啊？冇啊，咪突然間派消防車嚟車一車咯，跟住就話：哇，你消防車由呢個街頭行到街尾要咁耐嘅咁樣樣，跟住就話你哋唔掂啦咁樣樣。其實喺07年咧，立法會文件咧都有咁樣講過嘅。即係點解咁樣講過咧？頭先我答到你哋話啦，一有重建啊，一有嗰啲即係發展嘅地方咧，就實有好多怪事啊，一樣嘅。喺立法會咧，2007年嗰份文件咧，就曾經有4個 number 嘅大廈嘅業主就submit咗一份文件，就話呢度即係影咗幾張相啦，就話呢度亂咗八塔啊，即係咁 hea 啊，啲檔擺到好出啊，跟住啲消防車咧駛入去駛唔到啊咁樣樣，就其實係試過咁樣樣嘅，咁咧就想交加街同太原街咧要搬走。就正正就係試過一次咁嘅嘢，跟住啲小販咧，其實咧就話，即係其實離遠，我哋見到部消防車嘟緊過嚟，就好快收好晒啫嘛，即係邊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？咁樣樣，其實就佢哋嘅經驗就係咁咯。喂，咁即係嗰一次07年之後咧，即係或者係即係近年啦，我哋都見到灣仔即係嗰一頭啊，即係市集嗰邊咧就好翻天覆地嘅變化啦。咁即係會唔會面臨呢啲壓力咧？其實啲小販點樣拆掂佢咧？其實即係對於啲小販嚟講咧，其實佢哋已經因為我哋首先要了解到，其實成條街裏面啲小販咧就識咗好多年嘅，即係佢哋咧嗰個默契咧就相當之好嘅，即係譬如你街頭有賊咧，你想穿過個小販街尾走出嚟咧，個賊咧應該走唔到㗎啦，應該喺街中間就俾人。全部落閘，放狗將啲車仔咧變咗堵路咧，攔住啲賊仔。係啊，用咗分分鐘。喂，咁但係其實係啲消防車或者一啲救火嘅問題，其實就唔會話出現呢個問題咯。同埋我諗其實政府嗰個資源嘅投入都好重要，即係譬如以往咧，其實都有啲危險嘅，即係譬如喺2、3樓唐樓拉啲電線落啲小販檔嗰度，其實啲小販咧好多都話：喂，你整啲獨立電箱俾我嚟㗎啦，好似即係女人街嗰啲咁啦。咁啊，每人自己一個電錶，咁你咪冇咁容易火燭咯，咁樣樣。即係其實係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嘅，不過問題政府可以投放資源去處理，佢唔處理啫嘛。即係其實講到尾咧，都係即係究竟佢即係政府重唔重視呢一種即係庶民求生嘅方法，同埋呢啲本土文化，佢養活咗好多人嘅。咁即係政府究竟睇唔睇嗰班人咧？即係佢覺唔覺得佢哋係人都應該要即係捍衞佢哋生存嘅權利咧？定係話喂有啲咩事賴咗你先啦？你污糟啊，你細啊，你平啊咁樣咧？即係我估呢個態度咧，即係其實即係市民都應該放亮眼睛嚟睇清楚咯。咁而家唔該晒小田你先，唔該晒。有機會再傾過啊！